大家好，呢一條片係一條講解事件嘅片段，就係會講解下我同 HTAC 香港交通及飛機頻道發生爭執。首先我要從之前講起，佢係我嘅朋友，我哋會一齊打機、WhatsApp 聊天，跟住就因為某啲原因而冇再理會對方。之後嘅事情唔再詳細講解。跟住我無意間發現佢開咗個 YouTube 頻道，跟住佢係抄晒我所有風格。其實佢開 YouTube 都係抄我，跟住就開始出片，佢啲片係完全抄襲我啲風格，跟住就開始爭執，其他觀眾都開始爭執，有我啲觀眾，有佢的觀眾，大家喺度一直嘈交，仲更加因為佢大我3個月，所以蝦我，跟住佢就話我蝦佢，仲更加叫其他人舉報我，仲有唔好訂閱我真係唔知佢搞乜，有新進展會出一條片講解。呢條影片完結，多謝收看。